不要走！这个不是我们江宁镇。听到没有？好吧，麻烦你们各位，信号出好。让丽水建那个方舱医院啊！你看这个规模，挖机240辆，240辆，已经排了挖机了，看到吗？路上全是挖机。大安山公墓呢，过来一点点，这个朝鲜那个过磅的地方呢，全是挖机，7公里的挖机，那拖石子的车连夜不让把这块山全部平掉，200辆挖机。